网红郭鬼鬼坐在警局的电脑前，旁边还有一位帅气刑警边问话边打字，但这可不是在做什么刑事笔录，而是在讨论反诈骗宣导影片的脚本。诈骗就是这样，他是被骗到我打电话给他，深信不疑。对，他一直相信他，因为他们还有就是通话，然后那他深信不疑是谁报案的？因为他的账户有给别人。拥有火辣身材、机智反应的郭鬼鬼，人气不限于网络上而已，在许多知名综艺节目中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台南市警方看到鬼鬼的荧幕人气，特别邀请他来协助拍摄反诈骗的影片，增加民众反诈知识。我跟你讲，他简直是苦海明灯，而且他老师刚刚跟我说，他有内线消息可以帮我申购哦，现在只要汇款10万就能加入。我刚刚也加入他就封锁我啊！老师人那么好，干嘛封锁你啊？他就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的啊，然后我就传了一张我在警局工作的照片给他看，要他来跟我喝茶聊天，结果他立马封锁我其实之前有跟那个台中市刑警大队有联合做反诈骗影片，然后其实一直对反诈骗这一块特别的关注，所以这一次2分局找我的时候也就义不容辞了。其实这一次跟2分局合作是因为又有新的诈骗手法出来了，那每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我都希望可以拍成影片，然后跟我的粉丝讲啊，只要有看到这支影片的，知道这种诈骗手法，就不会再被这种手法诈骗了。所以只要每次有出现新的诈骗手法，都可以找郭鬼鬼来拍影片，告诉其他人。找网红来宣导，是因为借由鬼鬼的网红人气，所以想说运用鬼鬼的人气来增加大家那个防诈的知识的识别度。所以特别邀请鬼鬼来替我们2分局这边做一个反诈骗的宣导。郭鬼鬼说，诈骗事件在生活周遭时有耳闻，特别提醒大众加强对陌生连结、名人投资推荐等各种可能的诈骗手法，时时提高警觉，避免上当受骗。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粉丝，常常有跟我说，有被就是小额诈骗，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离诈骗还蛮近的，因为像是最近有非常多的连结点选啊，或者是骗账号啊、骗密码，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诈骗2个字好像都是那种好几千万、好几百万，然后离我很远。没有，其实大家就是离诈骗很近。台南市警2分局也提醒民众，接到疑似诈骗电话不要紧张，先保持冷静，记住1听2挂3查证的防诈步骤。如果民众接获如果是陌生来电的话，那建议的话就是掌握3个步骤，那就是1听2挂3查证。那什么意思呢？1听就是先听一下诈骗集团他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2挂就是先把电话挂掉，不要让诈骗集团影响你的情绪。3查证就是拨打我们反诈骗165专线，去确认说上面诈骗集团所说的是否是属实。对，然后我们经过这3个步骤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你被骗的几率。台南市警2分局找到了郭鬼鬼合作拍片，希望透过网红的高人气，加强民众对于反诈的关注。你搞懂了没？带你搞懂网络诈骗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